新北市复兴商港跨县市来到台南，甲昆山科技大学学生合作举办展览，展出包括油画、水墨、版画、水彩、产品设计、文创商品、个别设计作品等等，展现台湾青年的艺术设计甲创意实力。我们学生6月2号毕业典礼准备要画上句点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把它定义为学生的展览，因为他们已经准备离开校园。这个成熟度，我们希望是可以扩大步走大道，让他们更成熟在这艺术跟设计的展现，让人家可以认同。这条合作彰显两校伫艺术甲设计专业教学优质成果，同时会当伫台南英华市政中心做展出。说明市府也非常重视艺文教育，因此伫展览开幕的时阵，市长恩伟提也特别出席来勉励学生。很多复兴商工的同学的作品真的是很厉害，我有点感觉有点像那个谁，你知道？像过去我们在台南市美术馆那个日本的插画家奈良美智，他所做的画作很多，我感觉啦，也许我是门外汉，但我总是让我觉得印象深刻，有那样的风格。但我希望说，台南市民朋友们还有很多的好朋友，对艺术对于美术以及对于所有的这个美的事物喜欢的各位好朋友，都能够把握时间，从今天开始到6月2号礼拜5，就结束这样一个短暂但是很美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展览。活动当天，复兴商港人像速写队的学生伫现场为参观来宾甲民众速写，大约5到10分钟，就会当完成一张人像画。学生也致敬市长恩伟提100肖像画，互恩伟提相当欢喜。伊邀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，互少年人一个鼓励甲支持。台南新闻杨创怀采访报道。